这大家平安足欢喜，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请咱甲正手边倒手边，安尼甲伊提起讲，敬拜主是咱信仰的根基。我伫今仔日要继续用敬拜主来甲咱大家三甲勉励，用灵甲诚实唱诗学乐。咱的敬拜主的时阵有5个准备。头一个就是我到上帝面前，咱讲用心诚、用诚实，诚实就是袒露咱家己，咱的内心是咱的内心，毋是干那外表，咱无允看到主的面前，咱无允看。第二个准备就是咱爱较无伫每一届敬拜中间拄着上帝，不管是上帝话来拍动我，或者是所唱的诗歌，或者是上帝灵来感动我。第三个准备就是我要用全人来敬拜伊，所以我来这的目的，就是我要全心全意，用我的身体，用我的心，用我的身体，我要来全人来敬拜伊。第四个准备就是咱爱用注意家己来专务，来高举耶稣基督。最后一个准备就是咱坐伫边仔的人兄弟姊妹，甲咱是有关系的人。因为咱是要做伙来敬拜主，所以咱一定爱认捌咱边仔啦，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的人。今仔日我要继续用敬拜主，爱用灵、用诚实来唱诗来学乐。既然唱诗歌甲学乐上帝、感谢上帝、学乐上帝是敬拜的一部分，若是安尼，咱唱诗歌学乐的时阵，嘛应该用灵。而且用诚实来敬拜主。亲爱兄弟，你一定捌知影台湾一个俗语：食果子爱拜啥物？下面迄句是啥物？食米饭爱拜啥物？爱拜田头。所以食果子爱拜树头，食米饭爱拜田头。迄个无信主的人，都爱知影爱拜树头，爱拜田头。台湾人早就知影爱拜一所对遐来得到好处，何况咱基督徒更加爱敬拜、学乐咱伫天灵的爸。一个足出名，伊是一个英国的文学家，我常常引用伊的话 ，C.S. Lewis 伊捌讲。伊讲所有欢喜的代志，自然就会流露出学乐。所有互咱欢喜的代志，咱自然就会学乐。所以学乐是真自然的代志。伊讲安尼讲，除非有人较歹势，或者是惊别人认为你讲你足无聊的，除非歹势，也是你惊别人讲足无聊的。迄个时阵，才会挑工无要去学乐。所以伊的意思是讲，学乐这项代志是足自然的反应。只要人的心底若有欢喜，伊就会学乐，就会学乐。所以讲，迄个爱人这个爱人就会学乐伊的对象所有的代志。迄个读者就会学乐。伊的作者，咧行路咧散步的人，咧欣赏风景的人，伊自然看到迄个风景，伊就会去学乐上帝。所以伊要表达一项讲，学乐上帝，照你讲是足自然的，除非你调工讲，我就是不爱歹势，我不爱惊人讲话，所以我不爱学乐。既然是安尼。既然是安尼，亲爱兄弟，若是安尼，照你讲，这个世间的物件，你都会通学乐。何况当咱的敬拜上帝，你是毋是更较应该学乐上帝？阿妹无？所以除非讲你歹势学乐上帝的人，请举手。无，或者是你惊你边仔人讲话讲，你音唱了足无准的。若设使有人讲你音唱了无准，请你讲较细声的，请你甲伊讲，牧师讲叫我爱大声学乐。所以你愈无准，愈爱安怎？大声学乐上帝。
伊无人会听你，只有上帝会听你学了上帝。我感觉伊讲得足好诶，非常赞。你若有喜乐，自然就会想要学乐。人对上帝学乐嘛是共款。你若经历上帝听，你自然就想要学乐上帝啊。咱来看伫圣经的中间，伫旧约的中间有几个项，就是安尼咧讲即项代志。当摩西引带以色列人因过红海的时阵，上帝将追杀伊的埃及的军兵，拢甲伊消灭伫红海的时阵。这个时阵，圣经记载，摩西甲以色列人因自然耶和华大声来唱歌。因讲：我要耶和华来唱歌，因为伊大大战赢，将马和骑马会投伫海中。耶和华是我的气力，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伊也是我的拯救，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学乐伊。伊是我的老爸的上帝，我要尊重伊。因经历过这大代志了，因自然就学了上帝啊，自然就学了上帝，对心底就学了上帝啊。搁另外，伫旧约中间一个女的士师叫做底波拉，当伊太阳对敌的时阵，伊嘛照常共款来学了上帝。伊直接讲，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来率领。百姓也甘心牺牲家己，恁应该称颂学乐耶和华。君王啊，爱听；王子啊，爱压耳孔来听。我要用耶和华唱歌，我要唱歌学乐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当伊经历过耶和华的作为了，因就真自然大声唱歌，毋但家己，而且所有人拢唱歌。咱过来看一位以色列人。代表因的上帝就是约柜。有一站，约柜无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落伫外邦人的中间。但是当大卫要将这个约柜对外邦人中间甲伊扛转来时阵，因真欢喜，真欢喜，因照常大声伫遮唱歌。咱看这段圣经节，大卫甲跟约柜的利未人，而且唱歌的首领基拿尼亚。以及唱歌的人，拢着穿幼满衫的外袍，大卫另外穿着幼满衫的衣服着，安尼以色列人众人，直接讲啥欢呼啊，大声哀叫，分扫角，分喇叭，迄个拍钹、拍瑟、弹琴、大发响声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扛起来。因经历到这真欢喜的代志，因就大声唱歌来学了上帝。但是教会的历史有一站，将唱诗歌的责任，敢若交予当时的神父或者是修士，叫因来唱歌尔。所以伫天主教内面，早时的天主教唱歌会众是袂使唱的。会众敢若会使听歌尔，敢若诗班受训练的，不管是神父还是修士，因才会通唱诗歌学了上帝。当时会众是敢若会通听诗歌尔，所以当时规个天主教的弥撒，只有带领者有法度唱诗歌，百姓只有坐伫遐听尔，总是。宗教改革，搁一届将这个改掉啊，恢复搁一届，信徒嘛会通做伙来唱诗歌。所以宗教改革家罗德马丁，因为伊有人人该祭司的观念，伊认为讲毋是干那台下顶侍奉的人才会通唱诗歌，所有台下骹的人拢是祭司，所以你嘛会通用唱诗歌来侍奉上帝。所以。上早起的时，上早时的时阵，迄个路德马丁，伊就写一首的诗歌：上帝是我坚固什么？上帝是我坚固，上帝是我坚固保障。这条歌会通讲是迄当时宗教改革时阵的敬拜赞美诗歌啦，因为以前敢若唱神父会通唱的诗歌。
所以即摆通唱的就是伊开始写诗歌，开始像咱即摆圣诗即款的诗歌，开始大家会通唱啊。所以路德马丁伊改变，大家会通做伙敬拜来俄罗主。搁较要紧的，伊将迄个拉丁文甲伊翻做德文。当时敢若神父看捌即个拉丁文尔尔，一般百姓看无。甲伊翻做德文，所有的兄弟姊妹拢看有，嘛拢会通唱。所以，佫恢复倒来，所有百姓、所有的会众，拢会通唱诗歌。咱来看即幅图，咱就真清楚吼。上帝将上帝的话，甲圣礼，圣礼就是洗礼甲圣餐，手续互咱，互基督徒，互基督徒。基督徒就用祈祷甲俄乐来回应上帝。所以，上帝今仔日要讲话的时阵，是上帝感动来对你讲话。当咱咧领受圣礼的时阵，嘛是上帝赏赐咱的。总是咱要安怎回应上帝？祈祷甲俄乐，祈祷甲俄乐，咱是要来做礼拜。做礼拜是为着敬拜主，但是敬拜主的目的就是要甲主沟通啦。迄个沟通就是上帝对咱讲话，人对上帝祈祷甲俄乐，人甲上帝都有一个沟通伫遐。但是你有注意到下骹佫一个基督徒对基督徒中间一个属灵的因素，意思就是讲，当咱咧做礼拜的时阵，基督徒甲基督徒中间爱有沟通啦，信徒爱沟通啦。所以一方面上帝对人，一方面人对上帝，但是咱中间兄弟姊妹必须要信徒的沟通啦。所以亲爱兄弟，坐伫你的边仔，甲你做伙敬拜上帝的人，你爱甲伊有互动啦。你袂使甲伊无关系啊！你甲伊无关系，就变做你咧敬拜上帝，安尼你伫厝里嘛会使敬拜上帝啊。但是咱是安怎需要甲头前后壁边仔人拢需要人脉爱甲伊沟通，就是因为敬拜上帝嘛，包括信徒中间大家做伙的时阵的沟通，迄个时阵是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你的脚步会帮助边仔的兄弟姊妹脚步，你的热心会点到你边仔的人嘛，做伙对你的热心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礼拜三拢有一个信徒的沟通，请你一定要留落来。咱伫礼拜中间无法度做信徒的沟通，但至少礼拜三你爱甲你边仔人有一个沟通，至少你爱知叫什么名，住伫什么所在。歹势吼，真歹势。过去足久的人伫遐做礼拜，我拢常常甲我问讲，迄个什么人，迄个什么人，迄个什么人，啊，做礼拜10多年拢毋知影坐你边仔人叫什么名。咱一定爱拍破即款的，一定爱甲伊拍破。你爱甲你边仔人爱有信徒沟通，安尼好无？啊，甲你头前后壁正手边的人，甲伊讲我今仔日我要捌你。所以咱一定爱甲伊沟通。咱即马咱即马唱的诗歌，对路德马丁了开始改变啦。伊开始用一般百姓有法度接受的，但是到伫今仔日，搁较进步啊。咱若参加第2场，因就用敬拜赞美，因搁较用即卖诗歌来敬拜上帝。台南新人伊的前的院长陆伊多牧师。伊也是编咱即马的新圣诗的主委陆伊多牧师，伊捌评论过敬拜赞美。当然，伊是对古典的诗歌对遐来训练形成的。但是，针对敬拜赞美的诗歌，伊捌安尼讲过。伊讲，即个敬拜赞美是会众伫礼拜的仪式中间，透过圣神的感动，用感性、轻快的音乐、千倍的语言，或者是肢体的动作，反复吟唱短歌来学乐上主，用安尼表达上主个人化的亲密的关系，而且体验到满足甲心灵的更新，进一步做到生命的维新啊！这是陆伊多牧师所讲的话。我感觉伊讲了非常的好。特别讲到一条，就是重复咧唱，重复咧唱，用心灵咧唱，敬拜赞美，重
中福言迄个歌词，互咱伫即个中间会通中福唱地歌来学乐上主，表达甲上主亲密的关系。而且敬拜赞美的诗歌就是浅白、真浅，还佫真白话，真好了解。吼，这也是即卖的人愈来愈需要的诗歌。所以我有第一个提醒，当咱咧学乐上帝的时阵，既然唱诗歌是真自然的产生的动作，所以咱唱诗歌一定爱大声学乐上帝，安尼好无？咱都要练习来大声学乐上帝，因为是上帝伫咱中间感动的。除非你讲我歹势，第二就是讲你惊人甲你嫌，免惊别人甲你嫌，你尽量唱。吼，咱伫咱这中间咧唱的时阵，无人会甲你嫌。第一个提醒就是咱来大声来学乐上帝。咱唱诗歌毋若对爱大声学乐上帝以外。唱诗歌是伫咱敬拜中间要紧的一部分，对上帝的回应，所以更较爱用心灵甲诚实。咱今日所读的圣经直接安尼讲，伊讲，就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踮伫恁内面，就用逐款的智慧互相教示，彼此劝诫，唱诗篇、圣诗、灵歌。对心底感谢学乐上帝，所以直接讲，你就爱唱诗篇、圣诗、灵歌，对心底感谢学乐上帝。心灵甲诚实，心灵甲诚实，对我的心内用我的感情，用我的话，用我的肉体来专心来学乐上帝。所以咱唱来伫遮来做礼拜敬拜主，搁较是较无。甲上帝来沟通，较无对唱诗歌来回应上帝。有人讲一句话讲，学乐就是唱的祈祷。学乐，所以当你来学乐的时阵，你是用唱咧向上帝咧讲话，向上帝咧祈祷。既然是安尼，照常爱用心灵甲诚实。所以咱都爱将做礼拜改变，进一步爱敬拜主，然后是要甲上帝沟通，互咱心底较无甲主来沟通的态度来敬拜上帝，来唱诗歌。路德马丁，当伊伫少年的时阵，伊开始宗教改革，后来伊发现诗歌真要紧，所以一生。做38条的诗歌，这个诗歌伫宗教改革扮演真要紧的功夫。伊讲一句话安尼讲：除了上帝的话以外，用音乐所发出的学乐，上界会通改变而且掌握上帝的儿女的性情甲生命。魔鬼是非常万恶对上帝来的音乐。我家己的心灵常常互音乐所惊醒，而且我嘛对一切痛苦甲所有烦动的事物中间拯救出来，而且天顶的老爸办毋望音乐甲教会共同存在到永远。提醒，人是受造的目的是要学乐上帝甲荣耀上帝。而且你讲了真侪，几个学乐的几个重点。伊讲，除了上帝话圣经以外，人学乐上帝，上界会通将咱的性情甲生命表达出来。第二项，魔鬼万恶人学乐上帝。顶礼拜六，我有去北中演讲，会中人问我一个问题，问我讲赶鬼的问题，伊我甲伊分享我过去赶鬼的经验。一个人就举手甲我问讲，牧师，赶鬼甲精神，这个你要安怎分别？
伊是精神的问题，还是真正贵妇式的问题？要安怎分别？我甲你讲，真简单，有一项足简单的代志，要安怎分别？那这两项吼，你只要学到上帝就好。当你若开始学到上帝的时阵吼，有精神的问题，伊照常学到上帝，伊袂有啥物反常，精神拢共款，好就是好，歹就是歹，无啥物反应。但是只要你学到上帝，常常迄个叫贵妇心的人，马上就显明出来啊！显明出来，伊挡袂掉啊！亲爱兄弟，所以贵足惊的基督徒的学道，伊就显明出来啊！这是我家己伫本身伫几若届赶鬼的经验中间，一个人看到好势好势好势，开始学到上帝的时阵，伊内面的鬼就显明出来啊！所以亲爱兄弟，恁大家拢放心，咱拄仔咧唱的时阵，恁拢无显明，啊，所以恁拢安全。每一届我咧赶鬼的时阵，最好是学到上帝，一届两届大声学到上帝的时阵，迄个就显明出来啊！我家己嘛感觉真奇妙，原来真正亲像路德马丁所讲的，撒旦无爱基督徒学道啊！为着安尼，所以你就要更较学到上帝，因为你若学到上帝的时阵，撒旦就离开你去啊，伊就无法度攻击你。第三，伊直接安尼讲，伊直接讲，我家己的心灵，路德马丁安尼讲，我家己的心灵常常互音乐，互伊只音乐就是咧表示诗歌嘛。我家己的心灵常常互上帝的音乐甲诗歌来敬神，安尼表示啥物？诗歌会通更新你的活命啦！在座兄弟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过去的一礼拜中啊，你伫你的厝里，你捌吟诗学到上帝的人，请你举手，减一半去啊，无彩。我讲问你，你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你会学到上帝的人，请举手，搁减一半去啊。我讲问你，当你欢喜的时阵，你会学到上帝的人，请你举手，加在无减一半。亲爱兄弟，我问你，你是安怎拄着困难的时候，你无爱学到上帝？照你讲，当你愈困难的时候，你愈需要学到上帝。因为路德马丁伫宗教改革时拄着偌尼大的困难，但是每一个困难，伊就学到上帝，伊的心灵就得到更新。你来教会来学习敬拜上帝，爱将这款的敬拜带回去你家己的厝里。你伫遮学习的信息，爱带回去你家己的厝里。面对你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你唔袂晓学到；面对你欢喜的时阵，你无试过学到上帝。迄是互咱伫遮敬拜的时阵来学习，将即款的敬拜诗歌带回去你家己厝。你伫厝里更较需要学到上帝，因为你会拄着挑战甲困难。撒旦惊基督徒的学道，所以我第二个提醒，咱就要对身体较无甲主的交通即款的心智来学到上帝，较无要甲主交通的心智来学到上帝。请你唔通因为诗歌好听来唱诗歌，你是爱因为要来学到上帝来唱诗歌，为着要甲主交通来来唱诗歌。你更较需要将诗歌带回去到你家己的所在，用诗歌来更新你家己。特别软弱的时阵，祈祷袂出来的时阵，就是一再唱诗歌，是唱诗歌，唱到咱的心灵更新、恢复信心为止。咱来看，唱诗歌来敬拜上帝，上帝就予咱快乐，上帝就予咱快乐。这则个圣经节，咱真少注意着。这则个圣经节是当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时阵，伊甲门徒已经食饭食了，伊嘛甲因洗骹，最后所讲话拢交代了啊。这个时阵，耶稣要去到克西马尼园，然后过无偌久就要去往定死伫十字架顶，接受审判，而且定死伫十字架顶。但是咱真少注意到这个所在，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拢写一句话讲：因唱诗就出来往迦拿山去。哇，这句话讲，等于暗顿食了，最后的晚餐，耶稣伫世间最后一顿食了后，耶稣开始唱诗歌，甲伊的门徒做伙唱诗歌，然后去克西马尼园。
然后要伫遐互审判定死。耶稣是唱诗歌，真趣味。唔知影是啥物马太甲马可拢分别写出来讲，耶稣是唱诗歌去迄个所在。那以色列人的传统，伫搬过节的时阵，因爱唱的诗歌，就是咱今仔读的诗篇105篇，以及诗篇104，以及113甲114篇，这是以色列人的传统。所以咱会通了解，耶稣迄个时阵唱诗歌，伊就去到迦南山去。迄个时阵应该耶稣唱的诗歌，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诗篇105篇，伫遮安尼讲。恁都爱称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百姓中传扬伊的作为，爱用伊唱诗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的奇妙的作为，爱用伊的圣名来夸耀，敲吹耶和华的人的心中应该着欢喜，爱敲吹耶和华甲伊的能力，时常敲吹伊的面。所以咱通想讲，这是一个诗歌，耶和华耶稣是。一面唱这的诗歌，一面去到迦南山去西马利湖。内面其中佫有2节，伊杀死因国内一切的大囝，就是因强壮的时阵所偷生的。伊引出来家己百姓带囡仔出来，伊支派中无一个软弱的。这段就是咧记载，以色列人因出埃及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上帝杀死埃及人的所有大囝。但迄个杀死大囝进前有一个动作，就是羊羔，有一个羊羔互杀死，而且将迄个火抹伫门花顶悬，伫迄个时阵，因以色列人就杀死羊羔，然后将迄个羊羔的火来抹伫门花顶悬。我想耶稣一面咧唱的时阵，伊一定一面咧想，今仔暗时以后，我就是迄个羊羔啊！今仔暗时，我就是好亲像以色列人因要出埃及的时阵，因爱杀死的迄只羊羔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以色列人若无迄个羊羔，连以色列人嘛会去用杀死。文化无抹羊羔的火的家庭，拢会杀死。我就是迄只羊羔，今仔日我若无死，以色列人无法度得到拯救，世间人无法度得到拯救，所以我爱死。我家己咧想象，当耶稣咧唱这条诗歌的时阵，伊一定一面唱咧想讲，我就是上帝的羊羔，要洗清世间人的罪，迄个人我爱死。爱死的人就是我，但是当伊继续搁唱落去的时阵，诗篇第114篇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雅各的家离开讲无相反话的百姓。迄个时阵，犹大为着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着伊所治理的国度，从海看见就奔走，约旦的河也滑倒转流，大山踊跃若羊公，小山跳舞若羊羔。我想耶稣等于搁读到这段诗篇，唱到这段诗篇的时阵，我想耶稣的心境改变啊！伊知影，等伊死了后，以色列人会得到拯救。以色列人迄个羊羔抹了后，以色列人伫红海底遐得到拯救。耶稣伫迄个时阵，我家己咧想，伊一定咧想讲，我死，人得到国活。上帝到最后一定会胜利，所以我一定爱死。我若死，我会国活，上帝一定会大胜利。亲爱兄弟，所以耶稣伫面对着迄个苦难的时阵，是才会诗篇帮助伊来度过迄个上界困难的选择的时刻。所以我家己咧想，耶稣到落尾，伊的决心就是讲：我爱死，才有国活；人爱死到底，才会国活起来啦。亲爱兄弟，人伫苦难的中间，咱拢无爱，但是诗篇会帮助咱。
帮助咱会通死，搁活起来。你若即马伫苦难的中间，我嘛要甲你劝勉。既然苦难无法度避免，安尼你就爱死到底，你才有搁活的机会。唔通安尼要死歪死，颠倒个死到底，就有搁活的机会。我的牧师娘有一站，因为我的婚姻出问题，所以落落去真大忧郁症，食药啊。伊后来完全好啊，毋是靠医药。伊有一天，伊甲上帝做一个祈祷：上帝啊，上帝啊，你若搁互我安尼归去你，将我的性命甲摕去。我无爱安尼活了真艰苦，你归去将我的性命甲摕去。第二个，今仔日以后。我无爱阁食药啊，足艰苦。第三，若是你甲我救我，我专心奉献互你用。我50岁以后专心互你用。伊本来是一个真有趁钱、真好的音乐老师伫高雄，所以讲我50岁以后我就完全互你用。所以迄个时阵起来台北做牧师娘，拄好50岁。伊来做牧师娘的时阵，我甲伊问讲：啊你高雄吼，遐学生遐尼多，啊你我敢爱阁转去中间吼，无啥物代志，你转去兼差敢袂？伊讲袂，我已经奉献要上帝用啊，我要专心互上帝用。我讲袂要紧，你转去好啦，你转去吼，加减啊趁一寡钱，吼，我是较爱趁钱，你加减啊转去趁。讲袂，我要奉献互上帝。我带一个。伊真正50岁以后，所有伫高雄、台南的音乐的学生拢甲伊讲，伊要专心奉献给上帝，上帝就互伊恢复起来啊！要死就死到底，亲像牧师娘的祈祷讲，无你就甲我性命带走，啊无莫互我安尼，要死那毋死，啊要活。咱毋活共款，上帝就拯救伊。亲爱的兄弟，咱就是一直唱诗歌，一直唱诗歌，直到上帝更新咱，互咱的心灵搁一摆活起来。耶稣就是安尼行上十字架的路顶，最后献身伫十字架顶，但是嘛，互伊对死搁活起来啊，对死搁活起来。这互我想到着。为什么你需要学习学大声学了上帝？因为你毋知影你的人生什么时刻，你会拄到困难的时阵，就趁你会通敬拜主的时阵，大声学了上帝，将诗歌练起来，通互你伫困难的时刻，你继续会通唱诗歌来改变你家己，帮助你家己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前总干事高志明牧师，伫美丽岛事件的时阵，去用关入去伫家甲内底。几来人去用关伫家内底，真侪互人放出来的人，甲后来传记拢讲一项代志。高牧师伫家内面，逐工大声学了上帝。咱会通想象互冤枉互关伫家内底，会通做啥物？伊只有迄个时阵嘛，无法度敬拜上帝啊。但是就是大声学了敬拜上帝。一届搁一届伫遐大声学了敬拜上帝，有一届新来宪兵讲啊，你袂使唱歌，但是伊大家知影伊是牧师，即个宪兵的队长甲伊讲袂要紧，即个人袂要紧，互伊继续唱。所以伊去用关的时阵，真侪去用受关家教的人，上时也听伊伫遐咧大声学了上帝家教的中间。所以我要甲咱提醒，第三个提醒，就是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爱对学了上帝来得到快乐。今仔日咱就爱操练敬拜主的态度。我有三个提醒，就爱大声。 唱诗歌学了主，才是正常的。
咱的教会礼拜组真用心，拢将咱的群主先传落咱即礼拜要唱的诗歌，第一场甲第二场的诗歌，咱会送入厝内先串联先熟悉，然后来遮咱就真会通大声来学了吟诗。第二个提醒，咱的每一届学了主的时，都要对心内较无主讲主，我是要甲你沟通，我要唱互你听，唱互你听，表达我的心意。第三，咱搁拄着困难的时阵，都要对学了的中间来得到气力，亲像罗德马丁得到精神共款。我拄仔讲到高主任牧师伫家家内面伫遐一直咧唱歌学了上帝。最近有一个人叫做张俊宏兄弟，也就是美丽岛事件时阵，上司互关入去监狱，判刑互关入去监狱内面的人。伊出狱了后，后来加做民进党的秘书长。我是咱来要讲起的代志，因为伊最近洗礼，伊最近洗礼，然后伫伊洗礼见证的时阵，伊讲：我第一届有想要认捌耶稣基督，就是当我甲高牧师去用关伫监狱内面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我竟然听到高牧师大声学了上帝。所有人互关起来，大家嘛感觉家己真冤枉，大家嘛真失志，哪有可能阁学了上帝？但是伊就是听见到高牧师伫遐大声学了上帝的时阵，伊用一句话讲，他说：“我觉得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基督徒跟人家不一样，不可思议。互关起来阁会晓唱歌，他觉得不可思议。迄个时阵，伊就赶紧叫因厝里的人摕一本圣经来。”到底这是什么款的信仰？互关起来，阁学了上帝，所以真想要爱知影这个基督教的信仰，就叫因厝的人摕一本圣经到家中央开始读，伊遐开始读了后，出来继续民主运动，无什么时间来信主。最近信主，伊做一个见证，伊讲过去我家己感觉我真熬，我奉献了台湾的民主，我承受真侪代志，伊确实承受真侪代志。那以前抗争的时阵，差不多伊拢伫街头看会到，叫做民主进步党的秘书长，种种的真侪职务，佮做过立法委员等等。当然，伊有伊的缺点，嘛真侪人真讨厌伊。但是我要讲的，就是讲伫这个过程中间，伊体会一项代志，等于洗礼了后讲，我会通成就这个代志，在人所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原来不是他，不是伊外交。是上帝疼惜台湾，才互伊会通成就这个代志啦。安尼你听有无？毋是我做搞的，是上帝疼台湾，所以伊才顺着上帝疼台湾，伊才有法度成就这个代志。伊是安怎即款的决志体认，就是因为高牧师伫家家的中间大声唱歌学了上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亲爱兄弟，咱敢毋是搁较爱无互关起的人，敢毋是搁较爱学习上帝吗？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实在感谢你。原来这个诗歌，这个学乐，是你对阮，你这个百姓、囝儿甲查某囝极大的赏赐，是你赏赐阮。互阮会通学了主，互阮伫学了中间，阮搁一届心灵得到恢复，重新得到信心，感谢你，主啊主啊，阮愿意搁一届来大声学了主，阮要学了你对心灵甲诚实，阮要学了你，学了到阮家己得到全然的更新。阮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